即马就伫要过年啊，不少民众开始清囤换家具。台北市环保局举办再生家具的特卖会，提供1500多件的再生家具，经过整理甲修理了后来大售卖。其中还有50年代很好去的橱仔，还有古早的脚踏车，是啥不少民众烧热来买。 超过半世纪历史的希诺奇樟木的斗柜，民众用9000外块就买到啊！台北市环保局举办再生家具拍卖会，真侪民众早起就来排队抢标抢买。可能过年有一些东西要还，对，我们现在看一下，椅子啊，或者是其他的置物的收纳的东西。11月我买4万多块，所有的家具都给它换新的。然后年终我看看有什么特别的。 过年即要到啊，不少民众厝内底有真侪物件会清掉，也会买新的。特别会有真侪橱啊、柜啊、桌啊、椅啊，其中也有市价大约2-3万的乌檀木的圆桌啊，起价15000块。另外，碰椅这类介绍金额对600-700块到2-3千块拢有，员工真俗，甚至会使看到50年代流行的幸福牌脚踏车。各位看到这个结构啊，里面都是艺术品啊，要载人的时候放着。 那没有要载的时候，把它拉下来。这个看到现在脚踏车没有这种结构了。第二个，你看它艺术品啊，你看前面那个还有这个喷射机啊，我们一点差不多6-7千件的那个回收啦。那个你看那个都是实木的东西啊，而且我们标价都非常的低。环保局对92年开始，甲回收的卖地家具来甲伊整理回收。 再个用真俗的介绍卖出去，每年大约使发挥1640栋的固碳功能，互民众伫捡赎回同时，也用实践这个净零永续循环的概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